107407七哥嚟喎，呢部係七哥。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，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主題車117K17 47嚟，呢度開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全運會主題車107K1747。七哥1074077七哥全部嘅 yes， 終於等到啦！呢度，嗰度都要影呢個先坐啊！呢個車。S 和4記得佢啊 ，S1咧嚟啦，好啦，11A S1啊，頭先嗰個新仔渣，新人嚟，新人司機，全國運動會啊，車。呢個係 B4何天成，頭先有個 S6見過，我個 S1唔知啦，可能睇唔到。快線嘅尾站，多謝乘搭機場快線。博覽館站，這是機場快線的終點站。謝謝乘搭機場快線。Asia World Expo, end of the airport express line.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the airport express. 應該先影。